根据统计，最近这5年青少年嫌犯增加3%多，其中诈骗加毒品是上接发生的犯罪行为。司法院打算对7月开始，针对有风险的少年家进行行政辅导机制，希望这少年人会当走向正道。台湾诈骗手法千万招，诈骗集团嘛接利用少年辈做过手人。根据警政署统计设计资料显示，2022年青少年嫌疑犯排第1个犯罪行为就是诈骗，有26.49%。司法院伫7月初1开始实施保险少年行政辅导先行机制，由各县市政府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，介入辅导有犯罪风险的少年。中华县的少辅会也伫6月28正式启用。我们对少年违法曝险或是偏差行为的部分，将来会以这个辅导行政先行的方式我们会先对这些曝险少年、行为偏差的少年进行这个辅导，然后希望说，这个辅导成效良好之后，就能够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。中华县少年辅导会计共有8位辅导员，拢有社工、心理咨商的专业背景，会针对无缘故就早危险物品、有吸毒、这寡行为的偏差少年来进行辅导。第一个判断他是曝险行为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去做家访评估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要整个去评估孩子的状况、家庭的状况，还有他整个社区状况，都要是列入我们评估的状况，才知道我们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。中华县少辅会表示，行为偏差的少年辈大部分拢较被网络、共伴相少，都会出现欺骗、吸毒的犯罪行为。少辅会会结合福利、教育、心理、医疗等等的相关资源，希望用辅导的方式感化，望指引这少年辈行入正道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